第7點，交割狀態改變。交割狀態改變 （CISD） 係一種反轉模式，其中價格動能突然改變方向。喺呢個例子裏，你可以清楚見到一個上升趨勢。最近嘅價格走勢顯示出強勁嘅牛市動能，有突破同多個公允價值缺口，市場睇來明顯偏向牛市。我哋預計價格短暫回調之後會繼續向上推進。不過留意價格點樣突然大幅下跌，出現強烈買壓，形成一個熊市 （FVG）。呢種情況就稱為交割狀態改變。呢種動能突然轉變，代表有機會出現向下反轉嘅信號。要交易 CISD， 可以等價格返到 FVG 與反轉 FVG 重疊嘅位置，並且出現受阻跡象。之後你就可以建立淡倉，利用熊市動能獲利。呢個策略通常就提供優質嘅交易，風險回報比相當唔錯。